来看这条真恐怖的新闻，伫新北市邦桥新宝捷运站附近的社区大楼，这17楼的徛家今仔日是请师傅来安冷气，想袂到这师傅无细力，说服这30公斤重的冷气对17楼悬落落来，就去喊到一个当咧等公车的查甫大学生。这个查甫大学生送病院了后，邮员救无回来，专案依照过失致死罪来上班。 涂骹拢是碎片，因为遮挖近邦桥新宝站的社区，17楼住户请水电师傅来装窗型冷气，也毋过30公斤重的冷气机竟然位悬的所在落落来。迄当时一对姐妹啊，当咧等公车，冷气机拄火讲着妹妹，警消协部将人送医急救。我听到嘣一声，然后我就跑出来就看到有一台冷气在地上，然后那个女生躺在地上，然后她的家属在旁边。监视器看到救护车，我又赶快冲过来。第一个先把现场拍照，然后传给我们总干事，报备总干事来处理。查某囡仔急救了后宣告死亡，警方随管制现场调查。因为查某囡仔是正大学生，学校也派员慰问家属。那警方调查8十1年厝的师傅施工疑似无细力造成，专案以过失致死罪救办。经送往亚东医院抢救后宣告不治。 施工人员李南训后依过失致死，移送新北检侦办。司法警察这边会初步调查相关的证据，并报请本署检察官相验，并且会指示做相关的搜证，逐步再来厘清。这件命案引起监视楼骹应该进行安全管制讨论。警方私下问其他安全厂商，厂商表示并无强制规定，也毋过资深师傅建议上好有人伫楼骹管制较好，也强调装窗型冷气机身会当把锁啊加强固定，冷气卡槽也爱拍碰到螺丝固定，也爱加拍壁好，加强承载，避免发生落落去意外。落空的是落点，落点你爱看，伊壁是窗啊较浮，较浮的时候你就是螺丝就爱加锁较深的，落较深的，壁好爱落较深的。案发了后，新北市罗岗桥下令施工单位停工，各调查作业过程，监视符合安全规范，若违法，相关会当罚30万罚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